10分钟精读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名著《摆渡人》。本书是英国作家克拉·麦克福尔的著作，曾一举摘得5项世界文学大奖，被誉为是令千万读者灵魂震颤的心灵治愈小说。当我们直面生存、死亡与爱的时候，哪一个会是最终的选择？如果生命进入再次的轮回，你又愿意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故事的主人公叫迪伦，是一个善良的女孩。15岁的她生活一片狼藉，5岁那年父母离异，她便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。但迪伦和母亲相处的并不友好，尤其是当母亲知道他要在周末去见父亲时，心情更加的糟糕。因为那个曾经发誓跟母亲相爱相守、至死不渝的男人，早已甩下他们母女去过新生活了。迪伦在学校里也常常受到同学们的嘲弄，而他唯一的好友凯蒂也在去年离开了。他们俩从小学就认识了，两人有着共同的话题，在学校里也是形影不离。但是去年凯蒂的父母离婚了，被迫做出选择的凯蒂跟着母亲远走他乡。凯蒂走了以后，迪伦的生活彻底变成了灰色。在迷茫之际，他决定去看望自己10年未见的父亲。几个月来，他对母亲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好话说尽。终于从他那儿要来了父亲的电话，父女2人的通话很顺利。和父亲的通话让迪伦感觉很舒服，就像他们2个一直都是熟人一样。他们一直说到迪伦的手机没电，最后父亲希望迪伦能去看他，并给迪伦买了一张车票，而迪伦也期待着与父亲的见面。但迪伦不知道这次的远行将改变他的一生。出发当天下着大雨，为了赶上较早的那趟车，性格内向的迪伦决定叛逆一回。他选择提前旷课回家，换掉校服，便一路飞奔来到了车站。列车里的迪伦紧闭双眼，畅想着即将来临的周末。他想象着自己走下火车，搜寻对他来说几乎完全陌生的父亲，这让他此时的心情满怀期待又忐忑不安，就连胃部也跟着微微的抽搐。此时的迪伦想起应该给爸爸发个短信，他写道：爸，我在车上，没有晚点太久，等不及了，想见你。可当他按下发送键时，列车刚好进入一条隧道，手机屏幕上一直滚动着发送中的字样，随后便提示发送失败。迪伦有些荒唐地把手机举到头顶，尽管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。突然意外降临，灯光瞬间熄灭了，随着声音的炸裂，周围一片死寂，列车发生了事故，四周也一片漆黑。迪伦恐惧地喊着：有人吗？有人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但并没有得到回应。他无法想象，刚刚还异常嘈杂的车厢内，如今只剩下自己的声音。迪伦一路跌跌撞撞，从黑漆漆的隧道中摸索着爬了出来。周围的一切让迪伦感觉到不可思议。他本以为警车和救护车会风驰电掣般赶到现场，横七竖八地停在周围。这里本该有一大群身穿各种鲜艳制服的男男女女，随时准备冲上前去，对他温言抚慰，检查伤口，还要询问他各种问题。而隧道出口的空地上应该随处可见3、5成群的幸存者，他们面如死灰，蜷缩在抵挡凛冽寒风的毯子里瑟瑟发抖。可现在这些并没有出现，映入眼前的是一片荒原。他低声啜泣地环顾四周，渴望着能发现一丝文明的痕迹。就在这时，他在隧道口左侧的山坡上看见了一个男孩，也许是10几岁的年纪，浅黄色的头发在风中微微飘动。他孤零零地坐在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，望着迪伦，显得有些奇怪。但迪伦并没有多想，他朝着男孩挥了挥手，很高兴终于有人能和他一起分担这份恐惧感。但男孩只是凝望着他，并没有回应。迪伦的眼睛牢牢地盯着他，生怕他一下子不见了踪影。他笨手笨脚的终于爬上了男孩所在的山坡，也彻底看清男孩的面容。2人的年纪相仿，男孩穿着牛仔裤和跑鞋，还有一件温暖的深蓝色套衫。他的脸上是一副无动于衷、漠不关心的表情，甚至当迪伦径直站在他面前时，他还是面色不改，眼神未变。迪伦小心翼翼地开口说：嘿，我叫迪伦。男孩扫了他一眼，终于开了枪：崔斯坦。他的回复让迪伦松了一口气。迪伦以为崔斯坦也是火车上的失事者，便期望2人能一起从隧道里穿回去寻找救援。但崔斯坦却说：不，我们不能再穿回去了。随后崔斯坦用着命令的语气告诉迪伦跟着他走。此时迪伦仿佛被催眠了一样，木然地点点头，然后磕磕绊绊地跟着他向前走。就这样走了几10分钟，他们距离隧道也越来越远。有些清醒的迪伦便问道：我们在荒野上走了这么远，就算救援人员来了也找不到我们。可崔斯坦却告诉他：你并不在你自以为在的地方。崔斯坦没头没脑的话
让迪伦不知所措。夜晚渐渐来临，在崔斯坦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一处破败的简陋窝棚，准备在这里过夜。这栋屋子破烂不堪，但好歹也能遮风避雨。随后迪伦便习惯性地询问道，在这里怎么吃饭喝水呢？崔斯坦听了有些吃惊地看着他，你饿了吗？反应过来的迪伦却发现自己根本不饿也不渴。迪伦的饭量一向不小，距离上次吃饭已过去好几个小时，但自己没有却丝毫的恶意。随后崔斯坦在残破的壁炉里用木柴升起了火炉，温暖的火苗让迪伦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梦中的他再一次经历了事故发生的现场。正当恐惧的时刻，一个有些陌生的声音唤回了他的知觉，迪伦，醒醒！是崔斯坦摇醒了他，而崔斯坦也第一次流露出了担心和焦虑。随后他们继续出发，就这样他们又走了很久。期间迪伦也曾询问他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，但崔斯坦的话总是神秘兮兮。又到了黄昏时分，风势陡然转强，吹得他乱发拂面，而天色才一会的功夫就很暗了，简直快得不可思议。突然耳边传来了动物的嚎叫声，昏暗的环境充满怪诞和诡异。崔斯坦说，我们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他带着迪伦一路奔跑到山脚下的小屋，动物的哀嚎声越来越响亮，小屋也近在咫尺。就在这时，迪伦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周围弥漫着一股冷气。天太黑，他看不见他们，他只能分辨出空气中有东西在动，一个黑影接着一个黑影，他们并不是狼。他们来了！崔斯坦的声音也充满了恐惧。一个黑影闪过，直接穿过了他的身体。迪伦感觉自己仿佛被一支冰封的利剑穿透，怪物们一下冲了过来，像是有着成百上千只手抓住了他，要把他往地下拖。崔斯坦则拼命拉住他，只见迪伦的身体朝着地面往下，往下，再往下，然后令人震惊的是，竟然直接穿透了地面。尘土和岩石似乎并不像他们看上去的那么坚固，迪伦感觉他们好像是水做的一样。突然，迪伦被向上拉去，崔斯坦拖着他，紧紧把他护在胸口。不死心的怪物群愤怒地在他脸前连劈带砍，但崔斯坦并没有理会他们，他紧紧拽着迪伦往小木屋跑去。进入小木屋的两人终于安全了，而怪物们在小木屋的外面愤怒地咆哮着。迪伦的身体满是抓痕，他全身的皮肤火辣辣的疼，伤口很深，还渗着血。迪伦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，询问道，崔斯坦，那是什么？崔斯坦叹了口气，他虽然知道这一刻早晚来临，但仍然希望能拖多久就拖多久。他企图用一种他理解的方式解释这一切，也不知道把实情告诉了他，是否能让他的痛苦减到最小。以前的他见过很多这样的人，每次他都会直截了当地脱口而出，因为他根本不在乎。但是这次他不愿意这样做，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不愿意伤害他。崔斯坦盯着迪伦的眼睛说，迪伦，我一直没对你说实话，你不是事故中的唯一幸存者，你是唯一一个没有逃出来的人，而我并不在那趟列车上，我当时是在等你。得到答案的迪伦如同石头一般纹丝不动，原来他是事故中唯一一个死亡的人，而崔斯坦是引导灵魂穿越荒原的摆渡人，外面的怪物是尝试抓取灵魂的恶魔，小木屋则是保护他们的安全屋。崔斯坦负责保护亡者顺利到达灵魂的彼岸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知道真相的迪伦并没有崩溃，反而平静地接受了现实。没多久，迪伦倦意袭来，便酣然入睡。崔斯坦看着他那柔弱的脸庞，内心却升起了一丝想要保护他的渴望。当晚，迪伦又做梦了，但这次梦里的主角不是那些恶魔，反而是崔斯坦。清晨，一缕阳光透过小屋的窗子涌了进来，迪伦醒了，两人相互问好后，迪伦询问他昨天睡得怎么样，但崔斯坦却说，我不需要睡觉，其实你也不需要睡觉，我们都不需要睡觉，吃饭，喝水，你的身体只是你心灵的投射，而你的真实躯壳永远地留在了列车上。随后两人继续上路，路上崔斯坦告诉迪伦，这片荒原其实也是迪伦内心的投射。当他从隧道走出来时，估摸着离父亲的地方还有一半路，此时应该处于高原的某个偏远、多山且荒凉的地方，所以荒原也就成了这个样子。迪伦不喜欢锻炼，所以只要一走路，心情就糟透了。而这片地方反映了迪伦的所思所感，当他生气的时候，这里就阴云密布，一片漆黑，他的心里越阴郁，夜晚也就越黑暗。甚至于崔斯坦的面容都是根据迪伦所喜欢的样子形成的。一路上，崔斯坦给迪伦讲了很多关于他的摆渡故事，他曾引导过成千上万的灵魂，每个不同的灵魂，他所对应的就是不同的样子，有亡者的家人，病患的医生，
甚至于他曾接引过一个小男孩，而变成了圣诞老人的样子。当然，崔斯坦也有过失败的护送，让恶魔们得手把灵魂拖入地下。这些故事深深打动着迪伦。崔斯坦告诉迪伦，相比其他的灵魂，恶魔们更喜欢你这样的纯洁灵魂。而崔斯坦温柔的举动也让迪伦羞涩不已。很快两人就走到了沼泽地，迪伦看着冰冷又肮脏的沼泽暗暗叫苦，但为了赶在天黑前到达安全屋，他只能咬牙进入沼泽地。很快迪伦就陷入了泥浆，动弹不得。崔斯坦便用双臂搂着迪伦的腰，紧紧抱住他，很快就带着他走出泥潭。但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两个人都心动不已。只见两人的目光对视，时间似乎凝固了。迪伦微微张开了嘴唇，以为他会吻他，可是崔斯坦却放开了他，走到了一边，这让迪伦感到略微尴尬。而走到一边的崔斯坦也感觉到内心荡起了波澜，久违的人性似乎慢慢地悸动了起来。可是他不是人类，他强迫自己清醒过来，提醒自己拥有这样的感情是危险的，只会让他放松注意力，并把迪伦置于险境。他必须压抑这样的情感。经过山谷的时候，恐怖的恶魔再次席卷而来，他们铺天盖地地冲过来，穿过迪伦的胸口。只见他的头发、身体被恶魔使劲地拖拽，耳边也传来了崔斯坦的声音：迪伦，快跑！可此时的迪伦已经吓得四肢瘫软。这时崔斯坦猛地拉起迪伦的手，并推着他前行，他才飞快地跑了起来。在接近安全屋时，恶魔们加大了进攻力度，迪伦的心脏似乎都被恶魔们拖拽住。最终迪伦凭着意志一寸一寸地挪进了小屋，他安全了。可转过身却发现崔斯坦不见了，他并没有冲出重围。恐惧的迪伦颤抖着身体，他想冲出去寻找崔斯坦，可那就意味着把自己拱手献给恶魔，而崔斯坦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无奈的迪伦只能选择关上大门。这个夜晚也是他度过最漫长的夜晚，他边哭边想起了爸爸妈妈和崔斯坦。第二天，十分恐惧的迪伦还是决定外出寻找崔斯坦。他先鼓励一下自己，可当打开房门的一瞬间，迪伦惊呆了，荒原竟然消失了，整个世界变成了令人眩晕的血红色。那条通向安全屋的沙石小道也变成了一条乌黑，仿佛冒着沥青的道路。更恐怖的还在后面。只见成千上万的人形物都在跟着一个发光的球体往前走，人形的上空是黑压压的恶魔，光球的存在让恶魔并不敢轻易上前。迪伦顿悟了，这才是真实的荒原，而崔斯坦就是指引他前行的那个光球。当迪伦尝试着把身子探出门，恶魔们就围了过来。迪伦吓得瘫倒在地上，他轻声地呼唤：崔斯坦，我需要你。很快夜晚降临，半梦半醒的迪伦被一道身影惊醒，是崔斯坦回来了。他带着满身伤痕，原来崔斯坦为了给迪伦争取时间，一直在与恶魔争斗。虽然迪伦成功逃离，但他却被恶魔拖到了地下，是迪伦的呼喊声唤回了崔斯坦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最后一座山，山顶是一个水面宽阔的大湖，而不远处的木屋里有一艘陈旧的小艇。声音沙哑的崔斯坦告诉他，只要穿过湖泊，明天就能到达终点。而听到答案的迪伦心里乱极了，他不知道终点有什么，更不想离开崔斯坦独自上路。迪伦鼓起勇气问道：我需要你，我不能和你一起留在这里吗？崔斯坦说道：虽然我很想你留下，可是明天你不得不走下去，那里才是你的归宿，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很快他们就到了交界线的边缘，而此时经历过生死磨难的两人早已爱上了对方。在迪伦的勇敢表白后，本不该拥有人性的崔斯坦也回应了他的爱意。伴随着两人深情的一吻和相守的约定之后，迪伦便踏入了交界线。可当他转过身发现身后已经空无一人，迪伦浑身颤抖，他想重新回到对面，却触碰到了一堵无形的墙，墙面坚不可摧。他痛苦地跪地抽泣，而墙外的崔斯坦同样也非常痛苦。他站在墙的另外一边，看着迪伦用拳头捶着那面无形的墙，但他无法穿越这面墙。随着迪伦的身体慢慢的消失，他也只能对着他发出无声的告别。很快，身为摆渡人的他就被带到了下一个灵魂面前，继续着周而复始的摆渡旅程。然而到达彼岸的迪伦并不想按照惯例去寻找自己早已失去的亲人，他更想回到崔斯坦的身边。经过询问这里年长的灵魂得知，时间对于迪伦来说是相对静止的，他只要回到生前的躯体旁边是有机会钻进去的。而有一种方法可以重新进入荒原，但这种尝试是自杀式的，最终可能会魂飞魄散。迪伦知道，虽然此时的他应该接受现实，待在这个地方，最终他的父母好友都会穿过荒原与他会合，可是为了再次见到崔斯坦，
迪伦还是想尝试一下，虽然对未知的一切感到恐惧，但一想起了崔斯坦的眼睛和他的暖意，便让他下定了决心。很快找到入口的迪伦回到了荒原，好在安全屋还在，而此时的崔斯坦正在遥远的地方引导下一个灵魂前行。为了寻找崔斯坦，迪伦游过湖泊，在荒原上艰难的前行，一路上见到了很多灵魂，也多次差点被魔鬼们抓住。终于他们在一个小木屋前相见，而看到他的崔斯坦表情里有惊愕、恐惧还有欢喜，于是他便松开了手，可恶魔们趁机把他这次护送的灵魂拖到了地下。反应过来的崔斯坦想要挽救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回到了安全屋，焦躁不安的崔斯坦怒气责问道：你不应该来这里。可当看到迪伦伤心的面容时，便忍不住地把他搂进怀里，在他的耳边轻声说：你不应该回来的，这里很危险，我无法和你一起走，而你也不能一直待在这里。迪伦告诉崔斯坦，既然不能一起去灵魂的彼岸，那么两个人就一起重回人间。虽然崔斯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到人间，但在迪伦说服下，他决定随他前往。很快他们回到了起点，看着眼前的铁轨，崔斯坦的心情很沉重，望着火车出事的隧道，崔斯坦绝望说道：不行的，我没办法进到你的世界，我不属于那里，除了这里，我不属于任何地方。荒原的力量在伤害他。最终在迪伦的鼓励下，他们还是来到了列车旁。临行前，两人再次深情的拥吻，好像是在道别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，也许此刻就是两人的最后一次相见。就这样，他们牵着手走进了列车，踏入了那个不确定的未来。随着一道强烈的白光刺进迪伦的脑袋，醒来的迪伦眼前出现了一张脸，一个胡渣很浓密的男人急切地在说些着什么。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迪伦张张嘴轻轻地回应道。他感觉到嘴里满是鲜血，全身的每一处都散发着疼痛。车厢里消防员、警察、医护人员在忙忙碌碌地走来走去。他成功地回到了人世间，可他却看不到崔斯坦的身影。他想去寻找，但是痛苦的身体并不允许。难道自己再一次地失去了他？当迪伦被医务人员抬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男孩坐在隧道出口的左侧。崔斯坦，他低声地说道。他成功了。崔斯坦慢慢的有些笨手笨脚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，走到他的跟前，冲他一笑，伸出一只手紧紧抓住了迪伦的手。嘿，而迪伦也轻声回了一句，颤抖着嘴唇里露出了微笑。原来你在这里。崔斯坦说，我在这里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爱情是小说永恒的主题，如果迪伦没有遇到爱，他或许不会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回到隧道，而在昏迷中拯救他的恰恰也是他自己。他们力量的源泉也是爱。看似弱小的迪伦，从开始的迷茫到成功的返回，这一路他坚强面对着未知的挑战，爱支撑起了返程的全部信念。同一个荒原之上，迪伦逆转成了崔斯坦的摆渡人。他不厌其烦地鼓励并宽慰着崔斯坦，使他打破荒原的禁锢，和他一起成功重返人世间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，有的人在挫折面前一蹶不振，从此只会越来越消极，人生也越来越不顺。但有些人却是截然相反，不但不会被挫折打到，反而在失败中寻找原因，总结经验，改变自己，人生也越努力越幸运。而勇敢的迪伦不仅拯救了自己和崔斯坦的生命，还拯救了他们的爱情，这是他对两人生命的救赎，也是对爱情的救赎。